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你哋有冇諗過，舊時金三伯漂洋過海幾十年，點解唔係寄錢返嚟買金鏈、買良田，而係要起棟碉樓呢？其實碉樓嘅每塊青磚都浸住華僑嘅鄉愁，每道窗眼都望住太平洋嘅歸帆啊！碉樓係華僑嘅立體家書。舊陣時塘口鎮有個金三伯響三藩市碼頭做苦力，每日鏟完牛屎就踎響街邊寫信，信紙畫滿碉樓草圖，呢度要開十字窗眼，樓頂要起燕子窩角寶。佢話我死咗都要望住屋企人，碉樓就係我哋眼睛。結果呢棟樓起咗20年，金三伯嚇死異鄉都未見過真容，碉樓更係家族嘅精神圖騰。有戶人家4代人都守住碉樓，阿爺當年係游擊隊長，用樓頂探照燈傳遞情報，阿媽用石灰缸浸觀音土救饑荒。到子孫輩，美國表弟飛返嚟收樓，發現夾牆裏邊藏住阿爺封銀信。佢話碉樓係家族嘅根，要傳承落去。依家碉樓成座跨國家譜，一個家族幾代人會有嚟自全球10幾個國家嘅親人，大家熱心匯錢返嚟維修碉樓，大部分都未曾回過鄉下，但係家族嘅根一直維繫住佢哋，所以話碉樓真係承載住幾代人嘅鄉愁記憶。我哋要保護好呢啲文化瑰寶，你話啱唔啱？關注我，下期內容更加精彩。